国际新闻来关心西藏发生规模7.1个大地震，目前已经知影造成126个人死亡，188个人受伤，各千外栋的建筑物受损害。搜救人员即马也在救灾。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发表声明，嘛为失去性命的人祈祷。目前伫晋阳圣母峰的热门基地，这个所在的观光区，拢已经全面关起来。 地震灾区听到受伤的人哀嚎声，救援人员甲被逮了的人搬出来。点过人被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心跳，往生者的家属哭甲真伤心。西藏的定力关伫初7早起发生规模7.1的强烈地震，造成重大死伤，上千栋厝损害倒去，真侪人被逮掉。有一间超市的头家讲，这真侪厝拢是用土贴的，无法度挡地震。当局进行救援，伫尾暗的时阵，温度降到摄氏-8度，愈暗的愈冷，会到-16度。做好帐篷搭建，热食供应。 当地一间旅馆就以大客被油气料水冲到厝外。伊讲西藏最近经历过几落变小规模的地震，所以一开始游，伊是知影是啥物情形。西藏流亡政府伫即天指责中国开发天然资源，包括采矿，抑个伫青藏高原区世界上上大水坝，和灾害影响扩大。 When you dig the natural habitat, you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disaster that are all made by man, the Chinese wrong policy. 灾区即马无水无电，地震发生了几点钟久内，各发生40几遍地震尾。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发声明，为失去性命的人祈祷，也希望所有受伤的人会让量早恢复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